为了减轻通勤族的负担，台南市公共运输月票已经规划完成。在立和市长吴美铁甲交通局长王明德共同开记者会，向市民宣布3种方案甲票价。其中，伫台南市内公车坐到饱299块，有鼓励5月登场。另外，只要加100块，地当坐代替，也是399块方案，等于是拍3折。以大数据分析，平均每一位通勤族一个月会当省1136块，将是全国省上济，会当坐上长、上会好的方案。如果7月实施以后，将有6万人受惠。台南市也推出这个公路还有这个相关的公车这个境内299的专案。那另外呢，如果说配合上铁路就是说因为台南的南北相对于其他县市来讲是相对的长，所以说过去大家知道说在高速公路不管是国1或国3，以前在台南都有2个收费站。那这个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铁路的部分经过我们努力的结果由我们市库自己负担一部分的费用那所以说推出境内的铁路通勤399就是铁路加公路综合起来通勤399。发现月票因为看下的站面真快，交通局已经邀集客运业者、票证公司甲车机设备商来确定后续如何申办等各种的细节，同时卖将完整方案送中央审查，希望用上紧的速度予市民使用。咱的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